锵锵，我来了！有寿烟的男主皮皮，貔貅天路驾到，嘿嘿，欢迎大家来观看有寿烟动画，大家来看我哦！被放鸽子了，不知咋的就被放鸽子了呢。等等，我似乎重生过很多次，记不太清了。他不会是失忆了吧？不行，咱得去。哎呦我去！老铁，早，小山雀。你还记得我？是啊，因为你有东西忘在我这里了。没事啊，以后我做你的朋友。哦，既然是朋友了，我带你去山神舞会上去玩。好。你瞅，这就是山神猫猫舞。都是猫啊，那我是不是怕啥呀？走你！狗狗，去！你们自己没朋友啊？好了，该到我们的大咒节目了，每年晚会必不可少的喵王争霸。干仗，咱老在行了！再来！不许用板砖，不许用瓶子，不许用拖鞋，不许用折凳，不许用撬棍，不许用……好帅！冷死了，咋睡呀？自己睡怪冷的，搭个会儿一起睡吧。小山雀，谢谢你今天带我来玩。那个这不会是稀罕咱吧？咱俩处对象啊？啊，那当然是。放心啊，狗子，跟咱绝对亏不着。司老板说，猫猫无法抗拒这个味道，不知道小山雀会不会喜欢。狗子，我带了几个哥们儿来家里热闹热闹。小山雀，你回来啦！小山雀，快救救我呀！臭家伙！有兽小剧场。刍狗泡澡用的猫薄荷是由什么制作的呢？薄荷、荆芥、鱼香草。回答错误，虽然叫猫薄荷，但原料其实是荆芥。荆芥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俗称的猫薄荷，通常指的是植物学上的荆芥。它的原产地在欧洲、西南亚和中亚温带地区。在我国，主要分布于新疆、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山西、山东、湖北、贵州、四川及云南等地。很多猫会对荆芥中的荆芥内酯有所反应。此外，荆芥内酯也有驱蚊的效果。